你买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寒冷的天气，把你的信心帮助阮，安静阮的心，开阮的鼻孔，透过你所对阮讲的话语，互阮的性命搁发起，阮的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性命来求。伫交通网络还袂是流行的时代，带嚟庄脚的人，拢想要来都市来发展。听人讲都市有偌好，搁偌好。我会记得迄时代有一条歌叫做《我要来去台北拍拼》。阮拢长老知唔知？有听过无？我要来去台北拍拼。听人讲，生意好康拢伫遐，但是咱拢知影，事实上毋是安尼。台北生活大不易，台北人无能真位，台北人自私，真侪人断羽而归，等去故乡重新开始。这时阵，嘛有一条歌安尼唱：台北不是我的家，我的家没有霓虹灯。这是鹿港小镇。这首歌伫民国80年代，伫罗大佑先生所写。描写迄当时咱社会真实的情况，所以咱拢知，听人讲是一回事，实际上咱看到生活阁是无共款。以前的人会拄着，就是咱现在嘛是共款的拄着。我会记得以前你提香拜拜时，嘛会看家己的需要，是为了婚姻、学业、要生囝、事业。还是平安，所拜的神明就是无共款咯。每一个神明要掌管的嘛是无共款。我嘛常常道听途说，听人讲有一尊足灵的，我就不辞辛劳跑去跟他拜一下，东拜西拜，但是我常常唔知我家己去拜什么。耶和华上帝是咱所拜的上帝。咱确定有真正明白伊无？还是咱嘛是听人讲，这个神明袂歹，咱就缀人来教会。还是因为咱细汉就伫教会大汉，爸母拜，咱就缀拜。咱敢有认真了解、真实体验咱所拜上帝是什么款的上帝？如果你也有缀咱教会读经的进度去走，咱将近一个半月的时间，咱每一天拢进入约笔记内底。但好消息约笔记要结束啦。透过灵修、读经、祈祷，咱可能伫咧读经的过程的中间，咱有可能是约笔。咱嘛有可能是约别去杀的朋友，咱阁有可能是撒旦的帮手。无管咱是伫这过程中间，咱经历咱是甚物角色，相信安尼的经历，会带来学习咱每一个人全心无共款的信仰。今日咱所读的经文是约笔记42章第1节到第6节，约笔记拢共有42章。咱已经来到了尾，上精彩第7节以后，咱过年的时阵，咱牧师会在讲道咱来回顾一个约笔记，约笔甲伊三个朋友，伊伫久长的时间的对话中间，因所明白的上帝拢无共款。首先是约笔三个朋友，因所明白的上帝。有一个共同的点，伊就说万物宇宙中有一个上帝，伊是全能的，伊是公平的，伊阁是善良的。所以因的结论就是讲，恶人有恶报，好人一定有好报，种瓜一定得瓜，种豆得豆。因用这款的理解。来定约别的罪，爱约别爱悔改，悔改是约别得救唯一的一条路。首先，做年长的朋友一定犯，伊对伊的经验来讲，上帝是超越的圣洁，
第二朋友比勒达对传统来讲，上帝是个权威、甲公义的审判。第三个朋友说法对伊的普通的常识，对伊的地板来讲，上帝信仰无所不知的地位，上帝是无所不知的。三位朋友其实伊拢叫有学问的，听起来其实嘛拢足有道理的。但是咱有感觉，因为上帝好像是伫带一个一个安全范围内底的上帝，因为上帝有限制。第三个朋友拢以家己的自我、家己的本性来做这个点来评判伊是伊家己的上帝。其实咱教会内嘛有侪像约伯三个朋友这款信仰，咱受华人文化、风情民俗、儒家思想的影响，那么常常以自我的经验、咱的习惯、咱的社会价值观来教会过信仰团体的生活，敢毋是？伫生日愈久的教会，即款的人就愈多，即款的信徒讲实在，因足敬虔的，因对信仰嘛非常的追求，对教会事工的服侍嘛足拍拼。但是因常常缺守因所信靠一款规则、传统、法规，伫安全的范围内底，因来追求上帝。继续咱来看约伯的上帝，约伯拄着真大的苦难，期待伊朋友的安慰。咱会使在朋友火上加油，不断来攻击约伯。约伯承认，已经是做一个犯罪得罪上帝。约伯后来嘛是火气就起来，全力来攻击，最后两败俱伤。咱看约伯，伫这时阵，伊就伫倒面、正面、后前、后壁，不断地敲找上帝。约伯对于上帝安静，无出声，无行动，出来对伊主持公道，伊真甘愿。因为约伯亲信，伊对上帝的尊敬是徛在，是经得起纯净的试炼。这是做比喻，感觉伊的信用。咱看圣经内底记载，约伯甚至用证据来证明，伊是无欺骗、无贪心，伊无做不公不义的代志，伊无淫乱，伊无犯罪，甚至伊讲伊是上怜悯心的人，来表明对上帝信靠甲亲密。有一个教会，一个传道者，为了要互人来信主，伊就教导在讲：你今来信耶稣，一切艰苦都会无去，未来每一天拢会非常的顺利，非常的丰盛有余，得胜有余。咱知上帝无讲天顶的云是永远是麻实，咱知实际上教会中一寡真敬虔的兄弟姊妹，嘛是有可能拄着像约伯安尼的代志。突然间会来的苦难、病痛，一生甘愿安尼，是叫一人会挡会牢。因啥咱反看，一世人拢有参加教会的礼拜，咱有去奉献，咱有真心伫足个团契内底服侍。对于细汉的时阵，就开始上儿童主日学，到年老的时阵，搁伫双联团契拍拼。伫教会社会尽心尽力守规矩的人，甚至是厝的人是几啊代的基督徒，规个家族一世人奉献伫教会内，为什么苦难就到我？坦白讲，我嘛毋知。坦白讲，这嘛感觉一点仔道理拢无。我想上无道理的应该是上帝常常互咱的主观意识限制伫某一个空间，甲淡薄仔作为安尼。
上帝哪迄款的神明共款，当咱要要求婚姻的时阵，咱会去某一个神明甲求较会灵。有时咱对上帝的明白嘛是安尼，这么小心。咱若人约别共款，咱是倒面，咱是正面，咱是头前，咱是后壁，不断地超越上帝。咱要知影苦难发生的原因到底是啥物？咱看约别，直到上帝亲自来对伊显现，当然约别亲自经历发生来明白上帝家己。当约别愿意将伊的头压起来。无过是伫倒边、伫正边、伫头前、伫后壁，咱咧从头压起。当我被从头压起的时阵，伊就看见上帝透过所创造的大自然的万物，显明伊对创造世界以来所有的作为。这时的约伯就渐渐了解，上帝真正是无所不能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。家己伫这苦难的过程中间。而且胡言乱语，讲一番话，毋知上帝的旨意甲计划。这时的约伯非常震撼甲懊悔。伊何谓当初已经问上帝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约伯非常过往，发现伊对上帝明白真正是有限，对上帝明白仿佛都是道听途说，是客观的，是第二手的听到上帝。但是现在的约伯，伊是主观的，他是主观的，伊是直接，伊亲目去看见上帝。如今看见上帝约伯，伊心满意足。约伯感觉过去所明白的上帝实在是神小之小，如今伊全面专伫上帝面前，他除了懊悔，伊过去哪会遐厚脸皮，伊还生气，来应付。如今的约伯要定心离志，要离开卑微的卑微的中间，他离开卑微的如灰之地。因为等于上帝智慧的光的中间来尊贵过日子。约翰福音12章24节这么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爱惜自己的生命的，就丧失生命。”下面传道要见证。信用的过程中间，我如何与上帝在不断的拉扯之中，每次都经历如同被拔出、拆毁、毁坏，又再一次的被建立、栽植，我的生命得以重新的被建造，我的信仰可以不断的在往前来迈进，经历上帝满满的恩典。当我头看10个年前，我家己受竞选成做基督徒。25年前受呼召，查工作放落去新行业读册。那个时候，我以为我已经非常了解这个呼召，但是伫要入学考试的开始，我就不断和上帝甲我修剪。修剪的过程当中，痛苦无比，互我看清家己，还有正多的骄傲需要来加去。过程中间看到上帝大困难，也经历上帝的恩典。去入学考试第一关我就拄着啊！我报考的是要做武师，是要来报考道学硕士。但是学校放榜的时阵，咱录取文学硕士。这意思就是留校查看啊，揾一个机会的。我这个通知单的时阵，非常的袂爽。这是我迄阵的口气，我是小学仔女啊，我迄阵的口气非常袂爽。
我心内咧想，我能放弃工作来读心学医，竟然遭遇到如此的对待，我无想要读来，我真正非常的生气。我何必遭遇如此的对待？我反抗了一阵子，最后我还是去读。由于这中间发生一件大代志，这样大代志是我信主以来的一个感觉的信心离开我心内边，信心无去查。我心中非常的惊讶，我顺服去读心学医，但是我还是无法度明白上帝你的旨意到底是啥物。去心学医读册一开始。一开始不但被课业压得喘不过气之外，又要重新适应学生的生活。我已经离社会遮久啊，要去做学生，是真正是足困难的一件代志。我差不多用半年的时间，较慢慢的适应，会使免趁钱过日子，这是真恐怖的代志。但是好景不长。却碰到学校的老师，因为是我观念无共款，彼此之间开始来去攻击，学生被迫站在两边，学校的问题越演越大。天光的时阵，看到规学校的树啊，都被挂满了黑丝带，这是台湾心学医所谓的第二次台神重大事件。许多的抗议，许多的老师要离开。这个事件从学校里面影响到学校外面。对拄仔去读心学医的应业我，较阮的淡薄，阮唔知影要如何是好。阮好不容易，每一个人拢是足无简单，较来心学医读册，大家的情绪非常的不好。同学之间，大家非常唔知了解，非常安尼呼调来山顶读册，哪会发生这样代志？大家拢无法度明白上帝到底是甚么旨意。就是这时阵，阮妹妹的水姑小姑，妹妹的小姑，伊较27岁，妹妹的小姑就是妹妹先生的妹妹，对啊，没错。我妹妹的先生的妹妹啊，对，我拄仔有人咧算啊。伊较27岁，非常的水，高挑又漂亮，咱明明是共款。真的。他却突然得了不治之症，紧急对铁门后送到台大医院治疗。医生告诉他，如果没办法顺利找到骨质移髓，他的性命只有剩下3个月。知影这消息了后，我甲牧师前往台大医院去来关心甲祈祷。当我手牵着伊的手的时阵，我深深感受到这个细汉的妹妹伊的惊吓。伊知影去我足慢的，我是第一遍见面。迄阵阮时常去遐探访，离见伊最后一遍的时阵，迄阵的探访本正讲啊有讲有笑，突然间伊的嘴内底大量的冒出血来。阮紧急杀去1楼来紧急救。我甲牧师伫外口一人迫切的祷告。我伫外口有听伊内底大声咧叫，咧叫。我讲求上帝，你来愿意将伊的人接走好。如果神你愿意将他的灵魂接走，你不要让他遭遇这么大的痛苦。无法度去比伊个探访。捌知影伊捌较去教会有听过一首歌，叫做《轻轻听》。我哋请阮同学一起录制，叫人给我听。这个中间多次接获他病危的通知，虽然港口
但是嘛无法度去看。我如果相信同学在图书馆的外面，一个人讲一句鼓励他的话，我准备上场的同学讲30句的鼓励他的话的影片贴给我们。发生这类代志，时间根本是无停止。好好的经营，赶快两边依旧对立，医院也没有传来好消息。而且这时阵，知名牧师在我即将毕业，我开始找理由来担心。我担心哪个？担心知名牧师唔知毕业期牌抽签会抽到倒一届。若是去南部庄卡，安尼我就甲牧师甲囡仔，我就分开。我心内咧想，有必要玩这么大吗？我对信主是佛教佛教专职菩萨，短短11年的时间，如今安尼的变化已经超过我这几十年来所建立的安全的堡垒。而如今上帝一直在逼我跨越，我一直咧忍耐，我来一直咧等待机会，我心内咧想。耶稣，我相信你，我嘛专心听你。我信主以来，做一个基督徒基本该受的诫命，我拢有去守着。我有参加礼拜，我嘛有参加足多团契、服侍。我对信主你刚开始，我就11奉献。我对兄弟姊妹，我嘛彼此相挺，甚至我支持另一半去读台湾神学。如今连我的工作，我放下我自己的工作，我嘛来读书。但是如果好好这一段，到底是要我怎么样？我心里想，我不玩了，我不再玩下去了。原来我和约伯一样，我将上帝的作为限制在一个我可以控制、我可以承受的一个安全的范围里面。上帝说：“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”有一天在上课的时候，看到一个信息，妹妹传来消息，心里非常的紧张。同学其实也很关心这个消息，台大的医院的医生也都非常的惊讶，妹妹的小姑竟然可以完全康复出院。本来寿命只剩下3个月，如今却可以完全康复出院，这个真的是太神奇了。你迄句话就是想上帝啊，请你原谅我的软正，请你原谅我的骄傲。感谢你亲自带领我，搁一遍看到你的大快乐。你透过一个不是基督徒，你共款啊意义，互我看。你透过这个代志，你甲我讲，我是邀我上帝，一切拢是我咧掌管。死人我拢会留互伊过我，你唔通惊，你继续来拍落去。我来过时间，学校的世界也顺利的落幕，知名牧师也顺利的毕业。他不是顺利毕业，他是很荣耀的毕业。伊是你就好呀。上帝嘛用奇妙方式，带领知名牧师去新北市新溪教会牧会。感谢主，互阮一家伙啊，会使讲一间教会来服侍上帝。上帝互我看到，伊是真正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的上帝。各位兄姐，咱的主是不断地做新书的主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人。梦中咱可能有可能，大家拢有读经，也有灵修，咱有礼拜，咱有奉献，咱也有团契，但是咱的信用就是安尼吗？我们的上帝就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一点点的本事吗？我们不要停留那上帝大概就是这样，
上帝大概就是这样。我们不要再只是哇，好羡慕某某长老的信仰，或者曾经某某长老他所经历的事情。我们也不要去羡慕过去对北部教会影响很大的马偕博士如何，对南部影响很大的兰纳毕医师如何，某些的宣教师如何，甚至某个有名的牧师怎么样。团队今仔日邀请咱做伙甲约定来经历这条天路，好。咱来不断的向前，咱来好像咱来放那个手放弃，我们要放手交给上帝。可能在这个旅程当中，我们碰到非常艰辛的事情，但是咱要知影，上帝有约定唔茫共款的互咱。上帝就是以马内利上帝，上帝一定会放杀人。咱来悔改，我们要将我们的救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不要再以自我为中心了。咱来回头聊聊上帝，我们要以上帝为中心，让基督在我们里面。只有安尼，咱才有法度不断的经历，咱佫所讲的。我前耳孔听起你，当我目睭看见你。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有真侪恩典的记号已经出现伫咱建成教会，我唔知你有注意无？咱要从咱的耳孔，让咱目睭拍开。那以最近外墙修缮来讲，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上帝给我们的记号。对于一个刚就任几个月的牧师来说，传道人来说，要推动如此大的事工是非常冒险的哦。从决定施工到完成，施工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，施工非常的困难。从施工一直到完成，2个月的时间，我们不管在财力、在心力，我们这个当中，我们都可以看到，这都是不可能的任务。这不是咱叫一个人去搞，不是讲传道安出足侪力的，不是，不是讲叫一人奉献足侪，不是，拢不是。这中间也是有上帝的列比，上帝亲自的作为，咱无可能完成。咱可能即摆共款你做礼拜，加共款你滴水。上帝上帝伸出他的手，再一次的来邀请我们每一位。我们要放心将我们的手交托给我们的主，我们要将我们的主权还给上帝，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交出来，我们要做出回应，咱要有回应啊！咱要勇敢来跟对上帝，我们要大胆的跨越什么？跨越属于我们自己信仰的安全的范围。唯有这样，我们才能看见使人复活的神，怜悯又慈爱的神。因为上帝的定义就是要以建成教会，成做伊基督的作为。各位他的姊妹，我们要睁大眼睛来观看。那你当心的祈祷。天父，阮上帝，阮感动约定，百倍信心的上帝啊！我你共阮加倍感动，阮在座每一位上帝，兄弟姊妹的心上，帮助阮伫世上的每一天忠心服侍你，每一天经历你的同在、恩典甲奇妙作为，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圣名的求。阿门。